投資細價股就好似潛入叢林深處，入面既有寶藏，亦都有陷阱啊！情傾細價股嘅細股追擊專欄主筆渾水，絕對係個快、狠、準嘅追擊手。運用對財技嘅深入了解，收集同過濾細價股嘅情報，及實大戶精妙嘅財技布防同資金調動，跟我走，用有限嘅彈藥同你一齊突圍而出。咁點樣睇得出大戶嘅思維同埋策略呢？我覺得首先咧可以從港交所嘅資料入手，之後咧就可以研習翻一啲相關嘅上市規則啊、收購合併守則等等。咁同埋最重要就係去翻大戶咧佢以前炒股票嘅嗰種方式去做翻一個案例上面嘅研究。咁呢啲咧都可以幫助到你咧點樣可以了解到大戶背後嘅嗰個思維同埋佢慣常嘅操作方式嘅。咁你對挑選細價股有咩秘訣嘅呢？咁我覺得首先可以睇翻呢間公司嘅質地啦，例如間公司嘅市值到底係大唔大啊，佢嘅業務係做緊啲乜嘢嘢啊，同埋佢貨源歸邊嘅程度。之後亦都可以睇翻咧相關嘅股份有冇做過啲咩財技。咁最後亦都可以喺盤路上面睇翻佢到底有冇啲咩異動咁嘅。仲有問答環節同埋10萬蚊實倉，今次實揾到叢林寶藏。喺12月17號，我會喺華富財經有免費講座，唔嚟就走寶啦！記得 like 埋華富財經 Facebook 專頁啊！